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来宣布，就是直贡法王、直贡车站法王呢，他呢来了一个指示，然后说在公元的2020年萨嘎达湾月的10号到15号，要在拉契山上呢举行10万空行的一个会供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是非常难得而且不可思议的。我们现在能够获得了暇满的一个人生，进入到佛法里头来修持，进入到佛门，然后呢能够修持佛法，这都是已经很不容易的一个福报了。尤其在这之中呢，我们能够参与到这种10万的空行会供的话，那更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。因此，在2020年的萨嘎达瓦月的10到15号的10号到15号的时候，那么欢迎呢大家能够一起来去拉契，一起来参加这个10万空行会供。那么能够来参加的话，功德是不可思议。就算是没有办法直接亲自参与的话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发心，然后随喜这样的一个活动。那么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来参与这个活动，只要呢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心念，那么都能够累积一份资粮。所以呢，希望呢大家能够参与。日彻地如其那念就三巴总巴音西瓦米马总